宇宙最強甄子丹出名係好老公兼慈父，佢前日為慶祝仔仔甄繼家18歲行成人禮，喺社交網度分享咗多張父子唔同年代嘅合照，讓影迷觀眾一齊分享兒子長大成人嘅喜悅，仲以英文寫上賀詞，見證你的成長是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，我們都非常愛你。原來鐵漢子丹亦都有柔情嘅一面，慈父口吻令人肉麻，佢分享多張仔仔唔同階段嘅相。由咬住奶嘴嘅孩童到以全白陳真西裝示人嘅型格相，讓 fans 亦都感受到子丹見證仔仔成長嘅幸福。合照時不時以一模一樣嘅父子裝示人，其中 James 不論運動休閒同正裝打扮都學足爸爸，遺傳咗模特兒媽媽汪詩詩嘅優良基因。咁後生已經身形高大瘦削，同爸爸並排漫步已經略高於半個頭，唔再係昔日家中嘅小朋友，逐漸展現成熟嘅一面。有網民仲大讚可以跟老豆入行。